来关心以下战争，即马双方两边目前伫拉法阁继续咧战。美国已经对外证实讲，因决定要停止提供炸弹予以色列。因为以色列驻联合国嘅大使针对华府即个决定，伊是表示真使人失望。哈马斯伫加沙南部都市拉法郊区甲以色列军队交战，进前华府证实暂停用使以色列一批威力强大的炸弹来防止巴勒斯坦百姓伤亡。We've been very clear, Senator, as you know,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hat Israel shouldn't launch a major attack into Rafah without accounting for and protecting the civilians that are in that battle space. 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尔登对华府这项决定表示真让人失望。华府拍算尽量避免以色列全面入侵拉法，佮表示相信哈马斯修订了停火协议，有机会会拍破经济遐局面。七八伫开罗佮重新开始谈判，七八下晡伫拉法因看到部在乌烟穿起来，伫星期八月发动攻击，拉法西边有厝被炸害去，有人死伤。في منطقة طبعا فيش فيها خارج نطاق العمليات الإسرائيلية اللي هم أعلنوا عنها. 以色列政策测试开一个拉法节边境站点，设定一条重要的援助路线，甲铁路上发的唯一出口。这联合国官员表示，这对已经超过一半的要救的百姓的救援，根本是一场更较大的灾难。以色列最近一直威胁要对拉法发动大规模进攻，消灭藏在其中数千名哈马斯战士。不过拉法同时也是数十万巴勒斯坦人目前避难所在。百姓听到以色列下令疏散了后，各民间款款逃命要紧。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处表示，为找到8月以来差不多1万的巴勒斯坦人离开拉法。哈马斯表示，伊海战士咧伫东部甲以色列军队作战，伊斯兰圣战组织是伫机场附近重炮轰击。公视新闻恩文玲报道。